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这个网上热搜又是王健林，叫王健林限销已取消，王老板呢叫限购一日游说记者9月29日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已经没有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限购信息。财联社此前了解到，本次事件是万达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或因在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这个凤凰网财经它有一篇报道说，王健林卖万达广场为什么越卖越穷。他这个报道很长我就不介绍了。他这个逻辑跟咱们昨天节目说的是一样的就像这个很多断了供的业主为什么卖房子被法院拍卖，最后他还欠银行钱。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房子送出去，对吧？只要你帮他还按揭贷款就行了，是一个道理所以网上到处都是王老板卖万达广场，但是我感觉他越卖越多，他的债呢好像也是越卖越多，实际上就是他的万达广场越来越不值钱，资产在缩水。那具体到这次限销一日游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根据媒体报道它是由于这个武汉万达，其中涉及到甘肃信达、甘肃光大证券光大信托恐怕这中间有这个债务纠纷，被甘肃的兰州中院给他冻结查封限销。我看媒体报道兰州中院查封了万达大概8个办公室吧，有的说是12套房子，然后拍卖，总共多少钱呢？总共还债就是1.8个多亿，不到2个亿吧，不到2个小目标。但是说这12套房子打8折都没人接盘，所以王老板就被限高了。媒体报道到底准确不准确咱也不知道，但这个对于王老板来说可以说不是好事，这个实际上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债权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你是万达的债权人，王老板下面的公司还欠你8个亿，或者还欠你800万、8000万，你该怎么办？这就叫示范效应。有债权人通过法院对王老板限销，王老板老老实实的就拿钱出来，对吧？不管他是怎么付的我告诉大家，如果法院这个取消他的叫限高限制消费那只有一种情况，他就把钱给上了。这个大家自己可以查着那个法律相关那个法条就是法院给你限销了，取消限销的、解除限销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把钱还了。只是你写什么申请说你要不给我解除限销，我就出不了差了，我就干不了工作了，我就没办法还款了，那这都没用。所以说王老板这个限销一日游今天又取消了，那只能说明他那2个亿不知道从哪儿挤出来的，把他钱还了。那好了，那其他的债权人恐怕是纷纷的坐不住了，想尽一切办法，对吧？先是打官司，然后强制执行，然后也给他来个限销，想方设法的把这个得扯到这个王老板身上。万达也那么多债权人纷纷效仿，你说王老板吃得消吗？所以说这不是好事看上去好像是虚惊一场，王老板就是限销一日游，但实际上这就是个信号，这就是发令枪连锁反应已经开始。王老板的事咱们先按下不表咱们看一看这个瑞银又开始唱空咱们楼市。这个瑞银叫证据实验室对3000名中国消费者年度调查。瑞银发布的第8轮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指出，基于对3000名消费者的调研，中国消费者消费意愿低迷，主要受收入来源增长放缓、对未来收入预期悲观以及储蓄意愿上升等因素影响。我怎么感觉瑞银的这个结论和统计局好像有点差距，甚至感觉瑞银这个结论好像更靠近咱们的体感。这个瑞银的报告说消费意愿低迷，储蓄意愿上升，消费者更倾向于储蓄，家庭储蓄率从2024年41%略有上升，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消费支出减少，消费支出比例从2024年的38.2%降至37.6%，增加消费支出的受访者数量减少，对未来收入悲观预期，消费者对总体收入增长预期比去年更悲观，预计工资收入平均增长3.2%，低于上年的4.3%。这个跟我们统计局刚公布的数字明显不符合咱们的可支配收入是增长的5.6%，好吗？跟 GDP 完全同步它这个是工资收入平均增长3.2%，这个是错误的好歹你也得5.5%。
这个瑞银的这些数字啊不严谨，出台这个报告的时候啊，显然是没有参考这个统计局的数字啊，所以说就丧失了一些权威性啊。这个未来展望啊，2025年第4季度消费放缓，由于补贴的高基数和整体支持规模不足，预计第4季度消费增长将放缓。这个增长放缓，显然啊，这个瑞银说的也不对，为什么呢？还得看去年对吧？你去年第4季度是增长的还是下降的？去年第4季度那个基数啊，大还是小，对吧？2026年消费增长温和，它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预计整体消费增长将保持在个位温和水平。那关键措施呢？采取什么措施？瑞银建议啊，支持劳动力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稳定房价措施，对中国消费的中长期复苏至关重要。总体来看，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受到多重因素抑制，政策支持虽有一定效果，但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消费趋势。我个人觉得啊，虽然瑞银说的符合某些这个网友的这个感官体验，但这个不能代表全部。这个有关部门啊，应该赶紧啊把瑞银叫去谈话，要瑞银呢加强学习，对吧？要他们搞清楚什么叫高质量，什么叫低质量，不能用老的眼光来看待新的数据啊。瑞银的这些统计啊，这个调查报告啊，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它没有区分，对吧？高质量、低质量，我们增加的是高质量，对吧？减少的是低质量。他说的这个消费支出比例啊，从2024年的38.2%降至37.6%，这个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你看小米那个预期，对吧？30万一台呢，一推出，花这3年的产量都没了，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消费强劲吗？所以说这是瑞银呐，它就是以偏概全啊，就是那个叫管中窥豹。这个瑞银显然啊，也不看这个内地的媒体。那上海的豪宅8000万一套的，30万1平米的，都是日光啊，你怎么能说消费不足呢？这都是高质量，对吧？高质量不是在增长，只是那个上海外环外的房子下降，那是低质量，低质量的房子在下降，对吧？低质量的车子不好卖，没毛病啊。消费者对低质量的东西没有消费欲望，这个瑞银呢，所以要加强学习啊。今天晚上有个帖子啊，这个帖子我感觉啊，这个帖子作者恐怕也是受这个瑞银的影响啊，充满了悲观情绪，满篇都是讲什么消费降级啊。他举例子啊，就是说消费降级到什么地步了？他这个坐标啊，还是浙江啊，浙江是对吧？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长三角是引以为傲的地方。这个作者啊，他就举了几个例子。他第一个啊，他说刚才啊凌晨和某个守夜的，你们懂的，就是那些在墓地上班的烈士，在那个陵园啊上班的兄弟聊天，他跟我说了他听到的事情，就是墓地降价了。然后他跟我说，现在我们同龄段的有给父母选择树葬便宜吧。第二个他说，我以前打拳击私教课300到400每小时每课时啊，一般打得可以的教练手上会有10几个学生，我自己教练手上常年维持8、9个学员这样说。但是今年啊，他一共只招收了3个学员，其中还包括1个月只上2回课的在下，就是作者本人啊，1个月上2节课。第三个说，小孩子的早教班是7000到12000一个月，有那种外教的，当然也有公立或者私转公的，大概2000不到1个月。他说，我老婆竟然默许我女儿去这种平民幼儿园了，结果我们去了以后，预想中人满为患，小康家庭的宝宝扎堆的场景并未出现。他说，人家2000一个月都宁可在家。偌大一个幼儿园早教班，前年还有2个班，现在总共8个孩子，直接自动升级为高级私立待遇。第四个，他说，我朋友圈子里这些2代已经2年没比过车子了，大家纷纷问界理想。第5个啊，他说苏嘉杭，大概苏州、嘉兴、杭州吧，1代的平民消费从600降到了400了，当然死咬着不降价的也有。另外说洗浴59块包自助餐，比比皆是。第6个，他说我大学里的学生现在喝蜜雪冰城比较多，基本瑞幸、蜜雪冰城这2个品牌，以前那种一点点霸王茶姬什么古茗基本见不着。什么意思啊？霸王茶姬古茗贵是吗？而且他们还不觉得难为情，经常调侃限量版手袋，人上人才能买满杯百香果。第7个是毛子，1800随便买，还能买到2年份的，也就是茅台啊。要知道23年的毛子当年也得卖2500，等于现在囤
久不挣钱还倒亏。第8个说我们别墅区今年物业费只收上来20%，去年的还有40%拖到现在不交。别墅区物业费啊，居然都收不齐啊，那什么概念？这就是消费降级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啊，这个刚才说的茅台啊，如果什么时候茅台的价格稳住了，茅台的销量上去了，那可以简单的认为啊，至少经济也见底了。但是现在茅台显然还在下跌过程中啊。我们再看一家外资机构，他是怎么看待咱们楼市的啊？这是花旗，花旗发了一个报告，他说“15+5”规划下中国房地产市场新发展模式。他是主要讲的是啊，他说地方财政将进一步与土地出让收入脱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用凸显。他是报告预计啊，在2026年到2030年间，年度土地出让收入将维持在约4万亿人民币的水平，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将进一步降低。为弥补地方财政缺口并稳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已在“14+5”期间增至50万亿人民币啊！这一趋势反映出财政结构的深刻变化，迫使地方政府减少对低回报率基建项目的投资，转而更关注项目的资本回报率和现金流。这个说法啊，我觉得希望吧，因为这是大家所期盼的，对吧？就是现在地方政府就为了 GDP 啊，为了这个对吧，地方的这个业绩，为了拉动这个投资和这个带动 GDP 啊，带动这个就业，就盲目上马一些这个基建项目，实际上这些项目都没有回报率，对吧？而且上了之后连运营成本都不能覆盖，就不要说这个融资成本了，对吧？所以大家希望啊，地方政府上马的项目，你好歹对吧，能够产生现金流，这个现金流啊，能够覆盖它的运营成本和它的这个财务成本。但是现在这样的项目都少，那个“15+5”期间啊，那更加注重啊有资本回报率和现金流的项目。但愿吧，这个想改很难的啊，因为哪有那么多有资本回报率和现金流的项目呢？哪有干基建来得快呢？干惯了粗活的，对吧？简单粗暴的，你让他干细活，这个不是说换个脑子就行了啊。中国房地产报啊刊登一篇文章，叫拯救沉睡资产，地方国资又集中卖房。他这文章啊，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许倩北京报道，他说近日啊，多地国资平台正在扎堆出手房产。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北京天恒置业集团旗下公司正在挂牌出售111套房产，房产转让底价从106万元到1397万元不等，总转让底价超过3.3亿元，均位于北京，覆盖西城、海淀、朝阳、大兴、石景山、房山、丰台多个区域，其中既有西城区金融街18万元每平米的天价开间，也有房山什么2万元每平方米的毛坯刚需房。在这100余套房产中，总价最高的一套是北京西城区大红螺厂街的3号院5号门501住宅，挂牌价1396万元。接近企业人士称，这些房产都是天恒集团自有房产，部分是天恒集团开发项目剩余房源，部分是用于出租的房产，现在出于优化资产结构、缓解流动性压力需要拿来出售。这些都是沉睡资产，将其出售可以一次性回收一笔客观的资金，同时避免更大的资金减值风险。一位负责拍卖的人士称，而这个天恒集团是什么来历呢？实际上它是1994年北京市西城建设开发集团，隶属于北京西城区国资委。不光是这一家企业在卖啊，什么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正在集中出售其位于一个4线城市的68套住宅。中广核工程那是央企啊，对吧？是中国广核集团主要成员单位之一。广州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广州红棉现代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挂牌17套住宅房产。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官网显示，烟台、聊城和淄博等地国资公司挂牌转让房产。有分析称啊，这不是某一家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一场由债驱动的资产甩卖，其背后的信号意义远大于简单的卖房行为。一位企业研究人士称啊，这些地方国企集中卖房，一方面是盘活低效且闲置资产，防止国有资产出现贬值；另一方面是卖房变现，缓解流动性压力。因为房地产市场下行，地方财政如城投平台化债任务叠加，短期偿债压力骤增，这是市场出清过程的一部分。但在当前二手房市场不断攀升的库存量下，突然增加成百上千套
官方房源，对市场的冲击也是显然的，阵痛不可避免。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各个地方的国资平台都在往出卖房，就那些专家他都不看新闻吗？还有好多专家天天闭着眼建议政府举债收储，对吧？收开发商卖不掉的房子，收开发商开发不了的土地。事实上是这些政府的平台是在往外卖房。为什么卖房？这个报道说得很清楚，往出抛售房，你还指望他买房子？所以我说这些专家都不靠谱就是反人性的专门反向操作。这些国资平台手上有房子的，现在玩命的往出卖，对吧？降价卖，都要回笼资金，要化债，对吧？你现在让人家举债再去买房子，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所以地方国资又集中卖房，所以那些专家指望着这个地方政府买房子，把房价拖住，对吧？让那些炒房的人得以解套，别做这个梦了我们再看这个经济学家付鹏他最近谈到房地产在这个凤凰这个湾区财经这个论坛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付鹏对凤凰网财经强调，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核心矛盾在于其属性已从过去的投资甚至投机主导彻底回归至居住主导。他认为这种根本性转变意味着市场将呈现长期分化格局。大家看视频讲回国内，那市场现在我们就是说当前的经济矛盾可能就是这个有效需求不足。除了现在已经出台的这些增量政策，您认为下一步我们这个扭转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的关键能有什么样的政策？我觉得还是加大对于这个，第一呢，加大对于居民部门消费的补偿；第二呢，是要尽快的阻止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这种循环，尤其是房子。当然房子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过去1年做了很多了，就包括你可以看各地其实陆续已经放开限购等等。那比如说像上海现在我们如果去看外环放开限购，反倒成了抛盘的压力了，对吧？因为这个市场的预期，我一直认为它不是个预期。就房地产现在的情况，就过去1-2年，我一直说它不是个预期，它就扎扎实实的进入到了这个周期的拐点。我们必须现在以住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了，而不是再以那个投资的眼光去看。所以说，我们经历了从早些年房地产住的这个改善，到从住到可以变成投资。从投资变成可以投机房地产投机泡沫最强的那几年，然后从投机又转回投资，又从投资现在彻底的变回住，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市场现在差异性很大。比如说，你觉得现在房地产市场差，对吧？我去好多小县城现在调研，好多小县城里边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小区新建的能卖8000，但它马路对面就1500、2000，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实际上说吧，就是你举个例子，现在大家在县城里待的，其实多多少少应该是这个县城里比较有钱的了。大家不愿意去省城或者去市里了，因为这是你自己这个叫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老家，对吧？年龄又大了，你再到那大城市，你又不去打拼，所以这些人其实有改善住的需求的。我也想住好房子呀，我也需要县城里去住房子。那你那个开发商只要开发一个小区，比如说就几百套，也不多，那么县城里的这些人改善，就是有钱的改善需求的人，他自然够这个盘子的，所以你就会出现这种很奇特的这种现象。那么上海现在也是一样的，你老破小偏远的地方，你该跌的就跌，但是你会发现新盘，比如说新的建筑标准、新的装修标准、新的小区标准的新盘，大家该抢的还抢。这两者之间你觉得有啥矛盾吗？我觉得即便是回归住，它也是有差异性的，对它也是有差异性的。当然，老破小一定是跌的嘛，对吧？所以说这里边你一定要去理解，就是回归住它也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房子一旦纯住的属性了以后，它可能这个价格上对于很多，因为你毕竟在前面有人是投资的，有人是投机的。那这批人的表实际上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它实际上会影响他的消费，会影响他对于各种各样的东西的这个预期，这个没太好的说扭转的，没太好扭转的，这个需要时间。这个付鹏还能在论坛上露脸，对吧？然后他的视频在网上还可以转发，那说明付鹏没问题没有封杀他从那个什么东北证券辞职，恐怕也有多方面原因，对吧？能说话就，但是他这里面拿上海和县城举例子，我总觉得不对。县城里面的改善是有的，你不能否认，对吧？但是县城里面改善，你价格太高，高的离谱，人家也不买单。
啊，哪有那么傻的？你县城的均价如果是4000的话，你开发1万多一平的房子，也不会有人买。土豪也好不到那份上，对吧？人土豪再土一点，人自己回家盖去，对吧？盖大别墅，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盖什么样的，对吧？县城的土豪他有这个实力啊，有这个资源，盖房子对他不是事。所以你在县城搞开发这种改善也是噱头啊，那开发商都是各种吹啊。那上海这个他说啊，上海那个豪宅，对吧？地段好的照样涨，照样好人抢购，哎，外环外照样跌，对吧？该跌的跌，外环外该跌跌，这个说的是对的，有道理。那就是越来越是住的属性嘛，居住属性啊。但是这个豪宅啊，日光盘8000万一套的房，这个住的属性还是低。现在媒体啊每天都在宣传，对吧？上海这个豪宅日光一天就没了，但是很少说这个房子到底是全款付还是贷款。就我看的报道啊，好像是全款付的比较多，但这是我的印象，是不是？其实咱们也很难想象啊，你说8000万一套的房子，你贷款你贷多少万？贷5000万、4000万，或者一个月还好几百万，反正不太好理解的。我认为这个几千万一套的房子这种啊，人家纯粹就是一种叫投资，但投资属性更大。它是什么投资呢？它更多的是他的钱呢，他的财富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对吧？每样都要配置一些。你房子再不好，房子再要跌，它也得配置啊，因为它不能把鸡蛋搁在一个篮子，对吧？你说让它如果全放在银行存着，也不是个事，对吧？银行那个存款保险也只有50万呢。有钱人的烦恼，对吧？这些有钱人要么就把钱运到国外去了，但是毕竟还有很多在国内啊，不能让全部运走吧？那国内的部分怎么办呢？那就是对吧？黄金来点，股票来一点，这个优质的房子来一点，它只能这样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上海的豪宅那都是啊有钱人人家一种资产配置，他基本上也不太关心这个房价涨还是跌，对吧？所以他也不愿意买那二手房，所以上海的二手豪宅你看他就是卖不掉。王思聪那个都卖了1年半了，降价的降了几千万，到现在没人买，为什么？我就说明啊，这个上海的豪宅恐怕投资属性更大，就是纯粹是一种啊鸡蛋不搁在一个篮子。而县城里面是没有这种需求的，你县城里面有什么核心地带啊？是不是啊？你开个车5分钟就转一圈，长一点10分钟吧，你还有什么核心地带？千万不要以为人有钱人傻，对吧？愿意在县城里花300万、500万买套房，那个县城恐怕也不是一般的县城了，对吧？那比如长三角的吧，浙江的有的县城啊，比地级市还有钱，比如义乌吧，那有可能啊。全国大部分地方那个县城，实际上慢慢都是公务员经济，土豪真有钱的，不可能花大量的钱在那买房，他很有可能啊往这个省会去。实际上我们看到都是县城的房子都是空的，对吧？大量的空置房，那个碧桂园净干这事，到处县城开发的房子卖不掉，空在那儿。实际上是啊，不要说县城了，就是3、4线城市房子都只有住的功能，一旦只有住的功能，基本上就是鹤岗化，哎，最后就砖头的价格、钢筋水泥的价格。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